我係有線財經台嘅記者，而家嚟訪問莊氏證券執行董事莊子晴小姐。莊小姐，請問下你對於一週嘅港股有乜睇法呢？而家係資金市啊，定係早前跌幅太大呢？哦，明白啦。喺你嘅眼神當中呢，都好明白你想表現出嘅呢，就話俾大家聽呢個係資金市。咁你覺得邊幾隻股票係值得喺呢段時間吸納嘅呢？俾個手勢好冇？哦，5號匯豐銀行，仲有呢？跟住呢個係咩啊？手同腳哦，明白啦，即係健康股，即係對藥物啊、醫療製藥嗰啲係咪？即係中國國藥係咪？俾得兩隻好冇啊？哦，作嘢哦，即係開採能源資源類股份，係咪？啊，3隻夠覆蓋啦咩？好 ，OK， 明白。咁另外我想問下金價你又點睇呢？金價而家去到歷史新高啦，阿羅傑斯話去到2000蚊喎，你又如何呢？哦，明白。你嘅意思即係睬佢都傻，邊有可能2000蚊啊？係咪？哦，你諗緊嘢。哦，明白明白。你話長線就好難講，不過2000蚊呢，10年都未到㗎啦，係咪？係咪呀？哦，明白晒。好。哦，明白明白明白。你係咪想起身撳部機啊？哦，你唔好鬧阿羅傑斯啦，人哋住喺新加坡。咁啊係，咁啊係。哦，即係話佢冇乜料到係咪？哦，明白明白，吹咩咁樣？好啊，多謝你今日接受我哋有線財經台嘅訪問，多謝晒你，握下手啊！多謝你，拜拜。希望你得閒再上嚟我哋節目啦，拜拜。